我叫林秋基，外号基伯，嘛是笔名。24岁迄年，因为甲朋友同批，批中加减会批判 KNT， 毋是批判中华民国政府的贪腐。万不幸其中有一封所互敬重的邮检组查到，必须我甲朋友丁正良同齐受逮捕。我互人刑求几落工，要我坦白承认啥人伫背后指使我写迄寡污蔑政府的言论。我拢甲伊讲是我家己的看法，特无所用口说声调，大声话讲，是你家己的看法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一个连初中都无毕业的庄脚囡仔，会当写遮尔侪诋毁原大有为政府的丰功伟业。毋过，无论特务安怎对我威逼利诱，安怎对我酷刑，甚至灌水、电刑、冰刑、拍落喙齿，我拢无换口径。就安尼，我甲同案丁正良头一摆坐监，就判有期徒刑10年，罚公款6年。1975年，升蒋家办丧事的地任所属，得到丰温河东，适个减刑1/3。1977年11月7日届满6年8个月出狱。1979年12月7日发生美丽岛事件。12月13日建总发动大逮捕。13日透早6点外，陈主任带施明德倒来阮兜，中和医山路，叫我唱施明德。虽然伊密伫阮兜才14点钟尔，毋过我却搁一摆互人判刑2冬，坐监5年4个月，必须2摆坐监，总共12年。